我跟你看，紧紧安排是偌急。第五位哦，咱的啊，哦，足水呢。等下哦，咱啊采访的时候叫伊洗一遍啦。哦，后壁足水啊，吼。哎呀，咱的乐言大姐，忙会醒，酒会退吼。来，好朋友做伙听歌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水当当哦。醒酒会退，谢谢。听呢，姐姐。人生做水，歌个好。真的哦，来献花。哎呀，好好套，好好套。谢谢。迄五哥吼，五哥的献花，敢若像迄雅琪啊的布口啊，共款。是喏。哎呀，直接嘛口落去。哎呀，定下走雅琪啊布口啊，你看那呀，哦，那呀。哎，我可以讲个话吗？这首歌真正唱了足好。真的，就赞。哎呀，不怪哦，难怪哦。我是讲，我哋人生做水啊，这个吼，歌够好安尼啊，很上镜头呢。真的。我拄啊专工走去啊吼，讲这个林毅啊，阿母啊吼，啊都还要看电视，哎呦，是说
标姐安尼啊，漂亮啊，水啊，真的水该去变贵去啊，哦，怎么跟瑜伽班结缘的？哦，我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那不当啊，这里介绍。香港电视台的，群主大家好，摄影机的，工作人员大家好，五个家族的五个，你好，还有电视机的观众，大家午安。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有礼貌呢。谢谢。对了哈，我是讲你安怎跟咱这瑜伽班怎么结缘？瑜伽班怎么结缘的？唱歌。我是我的那个造型师认识。哦，造型师啊。哦，我的造型师。哦，嘉荣小姐。安尼哦。造型师啊，你好，对，哦，这么怪哦，你看买那装扮起来就无共款啦，对哦，不要这么水呢，你刚来帮我用好不啊？有到家用个像安这水吼，没有，有啦吼，有啦，你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，我本来就有救，有，哦，这首足好听，这个歌曲，你不是讲要写字的吗？对啊，对，要展现对啊，展现那美妙的身材哎呀，你看麦，哇，你看，是讲啦，咱这摄影师吼，伊咧看伊是感觉讲吼，卖头老皮，敢会当安尼后壁甲换来头前安尼啦，后壁换头前就对啊，您刚就后壁换头前，安尼恁就有福利啊，对啊，你们就福利很多了哈，好，安尼感谢瑜伽班，谢谢感谢乐言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人美歌唱的又好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唱的比我还好呢。